主席今天跟韩市长会面，主要讨论了什么？我不只跟他会面，还有曾永权副主席兼秘书长，我们3个人一起吃便当，交换了一些意见，对于当前的选举，还有提到也有 AIT 转达邀请到美国去，我们鼓励他去，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商量，他准备拜托我们党中央的曾副主席兼秘书长做他竞选总部的总干事。那他也很感谢中央党部把有一个蛮宽敞的空间做他在北部的竞选总部，而且也有一些人都已经在加入他的总部的人选当中。我们既然是提出了韩国瑜作为代表中国国民党争取总统，当然要当选，所以我们一定尽全力。郭董事长会面的时间约好了吗？已经敲定了吗？我不能这样讲了哈，因为我已经请郝龙斌副主席几次跟他会面，也转达我的想法。那他还是希望跟我本人当面谈。我会好好的思考，怎么样促进团结是我的目标，能不能达到，我现在也不能讲得那么满，总是希望能够团结才能制胜。好，感谢了。确定这周谢谢了。这一周会见到郭台铭的吗？应该吧？你讲1周差不多有7天之久，应该啦，不会拖太久。我明天就会告诉他适当的时间，如果他 OK 就决定。龙斌已经转达过多次了吧，谢谢你们了。好，他因为希望请这个曾永权副主席兼秘书长，以他的非常丰富的阅历跟担任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是想拜托他做他竞选总部的总干事。我跟永权讲，你好好思考一下，你愿意接受，就承担这个重任。谢谢。主席，那你怎么看侯市长好像现在说不太愿意接这个新北部分的竞选主委？他好像说市政优先这样。因为国瑜已经觉得尊重了，那当事人都尊重，我当然也尊重啊。当然也尊重，谢谢了。主席刚会面的时候，有没有谈到最近韩市长其实对他有一些负面的批评，好像对他的选情有点造成影响，有没有谈到这个部分？这一部分我好像记忆力比较弱了一点了，大概有交换过一些，不是像弱的一点的，他是想交换意见是他的坚定的信心，而且有些传言的误会。他会把它澄清。